如果摩連奴重返皇馬，阿摩連或執掌賓菲加。摩連奴引起連鎖反應。本賽季摩連奴執教嘅賓菲加球隊喺葡超保持不敗，但平局過多，導致佢哋喺17輪後邊落後榜首波圖10分之多，基本退出冠軍爭奪。喺歐冠賽場上亦都排名靠後，出線希望渺茫。對於賓菲加而言，阿摩連係一個兼具情感認同同執教實力嘅選擇。阿摩連球員時代曾經為賓菲加效力長達9個賽季，出場154次。佢執教士砵亭4年間，曾2次奪得冠軍，打破咗賓菲加同波圖對聯賽近20年嘅壟斷，並因此譽為新一代戰術大師。佢擅長挖掘年輕球員，提升球隊嘅資產價值，其現代戰術體系同靈活嘅臨場調整能力有目共睹。